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嘅話語同埋生活經歷寫成嘅材料，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每日都得到更新。上帝創造出一位充滿美德嘅女人。喺起初，上帝唔單單賜俾女人有美貌，更滿有智慧、忍耐，以及對家庭嘅無條件關愛。如今，好多人將婚姻視為一種暫時嘅約，離婚變得太容易，甚至成為正常嘅現象。喺一個破碎嘅世界裏頭，乜嘢令婚姻長久？乜嘢秘訣可以幫助夫妻越過一切困難，並持久地喺埋一齊？答案在於真愛，一種犧牲嘅愛，終生嘅盟約，並反映出基督對人類嘅愛。今日2025年3月7號，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以 Garrett Ellis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主題係永恆財富。每當諗到我美麗嘅妻子，我就覺得自己好幸運。我嘅妻子唔單止係我一生嘅伴侶以及知己，佢仲係上帝對我嘅愛嘅活見證。佢能夠將我嘅妻子帶到我身邊，真係一種特恩。我衷心感激生命中有佢。婚姻係男人同女人之間最重要嘅承諾。好多人簡單咁以為婚姻只係一種愛嘅感覺，但事實上，婚姻既係一種情感連結，亦係一種明確嘅法律承諾。婚姻唔係我哋可以掉以輕心嘅事。假如雙方真心互相珍惜、互相照顧，婚姻將會係最美妙嘅經歷。相信我曾經經歷過啦。婚姻係神聖，係高貴，因為佢反映咗基督對我哋無限嘅愛。佢最明顯體現喺男人與女人之間嘅愛與連結。婚姻唔僅係陪伴，亦係基督對人類永恆之愛嘅寫照。我知道我妻子愛我，因為佢總係擺我喺佢自己嘅前面。我亦同樣咁尊重佢。呢一點係基督為我哋所有人所做嘅。儘管承受着極大嘅痛苦，佢還係為愛犧牲自己。哥林多前書13章4節，上帝嘅話語有咁樣嘅記載：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愛是恒久忍耐。喺上帝嘅眼中，婚姻係永恆，係持久，唔可以分割嘅連結。佢唔僅係關乎共同生活，亦關乎犧牲、理解以及反映基督嘅愛。呢幾樣亦係婚姻持續恆久嘅重要因素。記載喺以弗所書5章22到28節。呢啲神學理論聽起嚟似乎好好，但當我哋喺日常生活中體會時，就更加令人驚喜。我有咁樣嘅感受，
當我仲未係一位模範嘅丈夫，儘管我有好多嘅缺點，我嘅妻子一直愛我，並反映咗基督嘅愛。佢要求我要改變，成為更美好，但從來冇因為咁而動搖婚姻嘅承諾。對我哋嚟講，一次嘅跌倒並非結束嘅理由，因為我哋都相信犧牲以及長久嘅連結。當我哋喺上帝同教會面前許下婚姻嘅誓言，我哋宣告，無論發生咩嘢事，我哋都會終生同行，直到死亡將我哋分開。儘管我哋有錯誤、有缺點，我哋仍致力於遵守呢個承諾，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哋成就咗呢件事。如今，人哋時常忘記，婚姻唔僅係一種情感嘅連結，亦係永遠有效嘅法律承諾。離婚率不斷上升，好多婚姻未到2年，甚至係短短幾個月就被破裂。然而，馬太福音19章8到9節中告訴我哋，上帝最初嘅旨意係讓婚姻持續一生。婚姻唔僅係一種持久嘅連結，更係男女之間和諧相處嘅典範，係建立敬畏上帝嘅家庭嘅責任，亦係致力於培養恆久穩固嘅關係。基督是我哋為佢嘅妻子，啟示錄19章7節，佢如此愛我哋，以致佢想將我哋毫無瑕疵地呈現喺上帝面前。參閱以弗所書5章25到27節，佢將佢與我哋之間嘅關係視為婚姻。咁我哋唔係應該做同樣嘅事情嗎？唔係應該以同樣嘅尊重，甚至更大嘅尊敬嚟看待世上嘅婚姻，以及我哋神聖嘅關係嗎？我哋唔係應該向上帝表達無限嘅愛與尊敬嗎？就好似新娘對待救贖佢嘅新郎嗎？答案肯定係應該，因為咁做，我哋將感受到人們所想嘅最美麗、最深刻、最有意義嘅愛，就係上帝嘅愛。我哋一齊禱告。上帝啊，我感謝你建立咗婚姻，賦予佢美好永恆嘅價值。願上帝賜福指引夫妻們以及未婚正在等待你為佢哋所預備嘅終身伴侶。求你指導我以內心謙卑犧牲去愛，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願主裏嘅每一個家庭都係聖潔嘅家庭，始終以上帝為中心，始終尋求佢嘅指引，一直喺愛中行走，並按照上帝嘅話語生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門。各位親愛嘅聽眾，喺各種破碎之中，我哋需要回顧上帝為福音設定嘅最初目的，恆久嘅承諾，反映出佢永遠嘅愛。婚姻係上帝賜俾佢心愛嘅孩子們永恆嘅財富。當我哋以上帝為我哋主宰，虔誠地生活在一起，
付出犧牲，好似佢咁樣彼此相愛時，我哋就能達到婚姻中真正美滿嘅愛情，就好似上帝對我哋嘅愛一樣。無論我哋是否已婚，上帝嘅話語都呼籲我哋過着表達愛嘅生活，因為上帝先愛我哋，令我哋每個人都能夠深刻體會到上帝對我哋偉大嘅愛，從而有能力按照上帝嘅旨意過着充滿愛嘅生活。各位聽眾將會過着蒙福嘅新一日，明天再見。各位親愛嘅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主耶穌，抑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或者電郵至chiase@oneway.vn。主耶穌愛你，本節目盼望與你聯繫。